中市政府举办传统艺术巡回表演，邀请到东美魂歌戏团伫户外来演出着经典的大戏《天鹅宴》，包括东美魂、柯秀年、王金英甲小咪四大出名要角同台来表戏。 台中市长顶人向西区军安宫的众神请安，东美魂歌戏团头一摆伫室外演经典大戏《天鹅宴》。 包括我们的唐美云老师，包括王晶老师、许秀年老师、小咪老师，这样一个演出阵容，在台湾的户外演出可以说是非常少的哈。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传统艺术巡演系列活动，而且这摆阁邀请到真高级的阵容。 尤其是我们这次的卡司阵容非常的坚强，我想大家现场的观众朋友一定看得非常的精彩，非常的嗨。天鹅宴的剧情真趣味，除了保留经典的文本、舞蹈、音乐、服装，拢是全新制作，后面就会当欣赏到精彩表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